你是天門下地知唔多，練到18歲，要失眠失夢三失共守。今日我終於睇到4D 神公主。凌晨夢中打坐，香煙悠悠似仙界，3944化成劍氣，一閃入腦海。街邊廟口抄經牌，65蚊一捺，喃念咗728次，夢中都唔怪。運到財神都話我痴，每晚都閉目裝神通，睇咗1萬次。愛人唔等我，唯有靠你，只要8隻19818。命運未肯開門，4646斬斷相思鎖。嗰陣手牽手去落馬站，佢話中咗我哋一齊移民去斗六，我話萬一唔中意，佢笑，咁我哋繼續等財神開戶。結果佢走咗，只剩我同7881講心事。最尾個號碼係0123，同我生日一樣咁冇花樣，心比數字更難估。2446冇開過，偏偏日日抄。錢都執晒落二福香路，求唔到財，連愛都輸。寶夢婆話我未夠緣分，唔緊要，下期再補過。第日識閉目冥想朝3666，第二識合像畫圈念5901，第18識半夜香火引嚟暗，開天眼見到898朵隔離檔中咗。佢走咗啦，但我仲有神功喺身，愛情輸咗都唔怕，我仲有萬次。